中心的是从讲法师，是尊贵的赞度古仁波切的弟子。上一期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仁波切的一本英文书《Why I Make Myself Unhappy》。那最后的分享，我们结束了那次分享过后呢，接下去要分享的是另一本书。那这本书是仁波切相当早期的著作之一，那已经进行改版。就我们目前没有完全一模一样的中文书，不过中文的内容其实有穿插在其他书中。不过我们今天会给大家分享的才是就是根据这本英文的原本的一个著作，会以一种给大家看英文的就是它的原文，然后我们用中文解释的一个方式来进行。那这本书呢，这个新版的它的封面是这个样子的 ，Compassion Conquers All。那中文的意思呢，就是慈悲战胜一切。那这书中内容主要讲的是什么东西呢？它讲是 Teachings on 8 Verses of My Transformation。那主要是仁波切针对修心八颂，就是佛教里很出名的，就是格西朗热唐巴的修心八颂呢所做出的一个阐释。那首先我们先看一看这本书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那这本书的内容呢，当然最初有一个前言，就是这一节我会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本书的前言。那前言讲些什么东西呢？我们迟点再跟大家分享。那这本书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讲的是出离心，讲的出离是什么意思呢？出离就是放弃对就是自私的考量。那它的主要讲的内容是讲一种发心，讲的是动机。那个动机是什么？动机是世间八法。那什么世间八法呢？这个我们逐渐会跟大家分享。那第二个部分呢，讲的是慈悲。那慈悲的就是这本书的重点内容。那在这个环节里呢，仁波切针对修心八颂，就是 The 8 Verses of My Transformation， 针对这修心八颂呢，在每一颂都进行解释。那到了第3个部分呢，讲的是智慧。智慧，那智慧的内容是什么呢？智慧的内容讲的就是去冥想，去禅修关于无常。所以这个整本书呢，大概覆盖的内容就分成这3个部分：出离心、慈悲和智慧。那其实如果大家对佛法就是大家如果就脑筋转得快一些的话，或者是大家很快就做出联想的话，或者对佛法相当熟悉的话，或者对宗喀巴大师的教法是非常熟悉的话，我相信大家一眼就看到了这本书讲的是什么东西。它虽然用一种浅显的方式，其实这本书呢，它在讲的是3主要道。以一种深入浅出的方式在讲3主要道。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宗喀巴大师他就是很著名的一个教法，就是3主要道呢，说的是什么东西呢？他说的是出离，3主要道说的是出离、菩提心，还有一个是空性正见。那出离心，我们是这里说的，就是放弃一些对于一些世俗的一些对自我的一种对自私的一种执着，放下一种自私的考量，那是用一种很浅的方式，以一种我们一般人就是完全不懂佛法的人都明白的方式来解读这一个。当然出离心它真正的内容其实是更深更广的，但是仁波切是作为一个就是给我们普罗大众一个比较明白的那种方式来解释。那用自私这样子的一种说法，我们是比较容易明白的。但其实在背后呢，其实是可以延伸出非常深奥的一个含义的。第2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讲3主要道的第2个内容，我们讲是菩提心。那菩提心换成这本书里讲的内容，它就变成就是慈悲。那慈悲里面要怎么达到慈悲呢？就一步一步的用修心八颂来跟我们解释。修心八颂是其实整体呢，我们讲的菩提心其实就是一种完全的这种利他之心，而且不只是普通利他之心，而是为了别人的来世来着想的利他之心。所以这个也仁波切一样的，你可以看到仁波切是很善巧的用一种很浅显的方式来给我们就是为我们铺下就是学习3主要道的一个就是作为一个入门和为我们铺下一个很好的一个道路。那到了第3点呢，讲的就是智慧。那我们讲的
空性正见。那怎么达到空性正见？其实真正能够达到空性正见，其实就是我们必须拥有足够的智慧。那智慧怎么来呢？如果我们一直执着于这一生的话，如果我们对这个随时都会幻灭、都会消逝的这个肉体，我们依然把它执着的认为它是一个永恒的存在，或者是始终放不下它的话，对世间的话，如果始终是放不下它的话呢，那基本上就没有办法达到真正的佛教所讲的那种智慧，所以更加是没有办法达到空性智慧的。所以呢，那仁波切在这个章节呢，就叫我们首先开始讲什么？去思维无常。那当你思维了无常呢，你就会开始明白这一切最终都是无常的。那当你真正去体悟到无常的话呢，你就会逐渐放下对自我的这样子的一种执着。所以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个很就是深入浅出的在为大家就作为一个三主要道的一个入门。那好，这就是本书的内容。那首先呢，在 introduction 在前言呢，仁波切也是很苦口婆心的就先讲了一番话。那其实因为这些内容都是摘自仁波切的他的佛法分享，就是他过去常常就是给弟子进行一些佛法开示。那在过程中，大家就把这些都拍成了就是视频，就记录下来，弟子们在进行文字的整理，在进行文字的一种编辑，所以才出版成书。那在前面这个引言呢，是仁波切在进行这个开示之前呢，所给的一些怎么讲，是一些提醒和一些忠告。那这个呢，他说，首先他分成几个部分来说，他就说佛法，有说佛法的开示，他有说我们的接受的一个情况，他有说就是传承的一种纯正性的一种必要，还有就是说就是传承的加持。那到后来呢，就会介绍格西朗日唐巴。那为什么介绍格西朗日唐巴呢？因为格西朗日唐巴，我们今天我们说嘛，这本书主要是介绍修心八颂。那格西朗日唐巴呢，就是撰写修心八颂的一位大师。那首先讲到佛法，按佛法内容要讲些什么东西？要讲佛法是什么东西？我们常常讲佛法，其实我们每次在讲佛法，我们不懂佛法的内容是什么。其实佛法内容是非常浩瀚的。我们就说佛陀其实用了84000个法门来教导，来让就是众生企图努力的去让众生能够摆脱这种轮回和娑婆之苦。那所谓的佛法呢，其实教的就是就是一种就近的方式，让众生能够最终能够解脱这样子的一个娑婆，解脱这样子的轮回。他说，如果我们接受了佛法教诲，那如果我们接受了这样子的一种方式，而开始去实践它，去实修它的话呢，我们最终就能够摆脱这种痛苦。就是说，你种一个小小的种子在地上的话，它最后它将会长成一棵非常非常茂密、非常大的一棵树，而且能够结有果实，让许多的就是让许多人呢都能够长时间享受这样子的一个好处。他讲即使是一个小小的祈愿呢，就是我们对三宝即便只是做一个小小的祈愿呢，也能够带来非常非常巨大的一个成果。那所以在这里呢，他就怎么说呢？就做了一个祈愿文。那祈愿文的核心的意思就是说，希望一切的全世界各种宗教的传承的领袖们呢，他的大师们，比如说回教啊、基督教啊、新都教啊、犹太教啊、佛教等等，都希望这些伟大的大师以及他们的弟子都能够长寿，都能够拥有幸福和快乐。那希望他们的祈愿呢，他们的
他们的教法都能够同时也将这个祈愿呢就回向给所有的伟大的大师以及西藏佛教4大传承的大师和弟子们，希望他们长寿健康。希望他们的伟大的一种政务事业和他们的祈愿都能够达到成果。那接下来就讲 The Teaching。The Teaching 讲的是教诲的意思。那仁波切呢，就是他是一个很怎么说，他虽然表面上是一个很现代化，就是常常用一些很现代化的方式来弘法，但是骨子里呢，针对于传承对教诲呢，仁波切是非常非常传统的。所以他对于上师对于佛法教诲的一种尊敬是我们一般人所无法想象的。所以他会根据一种传统的方式，在弘法之前呢，都会先说就是一个来源啦，说一些他从那里听到的啦，他什么时候从上师那里接受这个教诲啦之类的。接下去我会跟大家去解释为什么他要特别这样子来解释。就是在这个 teaching 下面的内容呢，仁波切就是说，他有幸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教诲呢，他也为大家感到随喜，所以有机会接受这个教诲呢，这个名字呢就叫做修心八颂。他讲，因为修心八颂，他这里有用了几个英文的一种翻译，他讲。但是其实不管我们怎么称它毕竟因为它原文其实是藏文，并不是英文，所以在译名上可能会有些不一样。他讲所谓的修心八颂呢，其实就是8种方法，我们可以跟随的8种指引，8种方法，去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想法，改变我们的思维，让我们成为一个对社会和对这个世界有用的或者能够带来好处的一个人。他讲，在我们开始去介绍、去学习修心八颂之前呢，那仁波切说他想要谈一点动机啊，谈一点就是说发心动机和就是我们如果依赖世间8法的话的情况会是怎么样的。他讲这是非常重要的。他讲因为世间八法呢会影响我们的发心，会影响我们的动机。而且肯定就影响我们的行为和结果。那在介绍这个之前，他就来到这个receptivity。他说，在所有佛法，他讲在传统上，所有佛法开示之前呢，那上师们、老师们，或者是在传授佛法的人呢，首先就要设有一个很崇高的一个发心和动机。那个动机是什么东西呢？那个动机是说。The teaching should have received the transmissions of the teachings and the relationship。他讲说，这个弘法的这个人呢，而这个教诲本身呢，他必须是拥有一个传承。那而弘法的人呢，也必须去认真的去学习过和实修过。这个教诲，那仁波切当然他很谦虚，他说他其实并不满足，并不符合这个条件，但是他会努力的就表现的仿佛他自己有这种能力一样。他讲，我们必须有这样子的一个接受一个这样子的一种传承教诲。他讲，我们必须要去实修它。他说，因为他的发心呢，就是传授这一个教诲的发心呢，是希望能够给大家知识，也希望给大家一个能够最终能够圆满证悟的一种方法。他讲这是从上师的角度，是应该有这样子的发心。所以上师呢，在给予一个教诲之前，
他必须确保这个传承是清净的，他自己本身必须认真的去学习过和实修过这样子的一个教诲，而且他的发心呢，他必须是能够给大家知识，而且给大家一个能够最终圆满证悟的一种方法。这是上师那里，他讲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呢，那学生就应该免除就好像菩提道次第里所讲的，学生应该免除就是三个污染杯子的一种就是不被三杯的污染。我们讲的三杯就是三种杯子，学佛的三种杯子。这三种杯子，我们等下再可能我这里讲的不是那么清楚，我们可以再仔细的再说一下。那三个杯子，这三个杯子讲的是什么东西呢？说，好的，第一杯子呢是一个有动的杯子，那第二个杯子呢是一个肮脏的杯子，是有就已经被污染的杯子。那第三个杯子呢是一个覆盖的杯子。他讲佛法是非常神圣的，是非常重要的，它并不是一项娱乐，也不是当我们快乐的时候才来实践的，也并不是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才来实践的，也不是只有在我们心情很好的时候才实践的。他的佛法呢，其实是每天24小时都要实践，而且必须持续不断的认真去积极去实践的。那当你这么做的时候，你就会达到成果。那所以我们首先呢，就必须免除第一种错误，那就是像一个有洞的杯子这样。那有洞的杯子什么情况？有洞的杯子我们都知道，有洞的杯子是没有办法装称任何东西的。那如果我们学习佛法就像一个有洞的杯子的话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去记得佛法的内容，没有办法去进行思考，没有办法进行冥想，也更加没有办法去实践。因为如果要佛法就是佛法修持有成就的话呢，我们必须能够长时间去实践。所以如果作为一个在听法的人，如果像一个有洞的杯子的话呢，就表示说那个佛法你今天听了，你可能就怎么说呢？就左耳进右耳出，或者是你听了当天觉得是非常愉快，那第二天呢就忘记了，或者是可能只记得一个礼拜、一个星期过就忘记了。那既然这么短时间之内都会忘记的话，那怎么可能够去实修呢？所以将不会带来如果这样子的种方式来学佛、听闻佛法的话，那将不会带来任何成果。那如果反之呢？如果说我们能够记得清清楚楚记得所学过的内容的话，而且进行实修的话呢，那许多结果，就是过去的许多大师们、许多例子呢，都证明它将会带来很好的成果的。那接下来呢，仁波切说我们不要成为第二种杯子，就是不要犯第二种错误。那什么样的杯子呢？那就是一个污染的杯子。那意思是说，当我们在接受佛法的时候，我们必须以一种完全正面的、完全好的一种发心来接受佛法。那在学佛，就是根据菩提道次第，我们有分成3个世道嘛。这我们拥有的发心呢，就以下世道来说，就是最低的那一个。最低的发心呢，就必须是我们学佛法的目的是希望我们将来不投身在三恶趣。那作为中世道的发心呢，除了不要投身三恶趣之外呢，我们也要开始对别人拥有慈悲心，那是中世道的发心。那到了上世道的发心，那是最崇高的。那就是说，我们学习佛法呢的目的，唯一的目的呢是利惠众生。那是为了利惠众生呢，我们希望自己能够圆满证悟成佛。那这是3种发心，就是3世道。
哎呀，虽然这3个世道都能够让我们怎么说呢？我们都任何一种世道的发心，我们都能够接受佛法。他讲，但是很自然的，我们会如果说我们是以一种就是以一种正确的发心，即使从下世道开始，我们以这种发心来学佛的话，我们很自然的就慢慢就开始演变或者是发展成为上世道，那是最能够带来最多利益的。那讲其他的所有动机呢？任何一个动机，比如说我学佛法的目的是希望得到更多的财富啊，或者是拥有更多的功德，好让我自己能够更好运，或者是变得更有钱，或者有一个女朋友呢？他讲任何在这3、4道发心以外的一些发心，尤其这种世俗层面上的发心呢，它都像是一个污染的一个杯子。那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子以这样子的一种发心来学佛的话呢，那就好像说我们把一个干净的水倒进杯子里，它立刻就会被污染一样。所以如果我们以这种发心来学佛的话，以一个不纯净的发心来学佛的话呢，我们即使学习了好的东西呢，它也是不能被利用的。那其实这种情况就好像你的杯子原本的杯子是肮脏的，那你把干净的水倒进去，其实那倒进肮脏的杯子里，那你这个干净的水最后也是没有办法被饮用的。那第3个杯子呢？他讲第3种错误就是像第3个杯子那样，那第3个杯子是覆盖着的。他讲，如果说我们在参加佛法开示的过程中，如果并不是一个开放的心胸，开放的一种心灵去聆听佛法的话，那如果我们的耳朵是关闭的，如果我们睡着了，我们觉得很无聊，或者是不想去接受，那或者只是像参加这种社交活动这样坐着的话，那无论前方的人，就是上师们在说些什么东西，有说或者没说都一样，我们只不过像一杯覆盖着的杯子，你无论导入了什么东西，它都没有办法保存。所以他说，仁波切说，我们必须就是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完全免除，就是避免让自己成为这3种杯子一样，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一个其实如果大家有读过菩提道次第或者读过掌中解脱的话呢，大家就会知道，这在书的开始的章节就已经介绍了这一个。那因为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些东西，我们就以一个不纯正的、不正当的或者一种错误的动机或者错误的方式来听法，那即使你听了几10个小时或者是好几年的法，那最终也将会是一事无成。那接下去要讲的是 authenticity， 就是纯正性。他讲我们不能就是去听，坐着去听闻那些大家凭空捏造的一些佛法开示。他讲那是没有半点好处的。所以他讲所以传承这佛法的这个法教的来源呢，它的纯正性呢是必须让大家知道的。而这个给予这些佛法开示的人呢，他是必须拥有一个传承的。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将不会得到传承的，就是传承的一个加持。虽然说这个原本的这个修心霸颂呢，是源自释迦牟尼佛本身。那释迦牟尼佛最初他本身他拥有了就是菩提心，而且呢拥有无量的功德，能够让他就看穿，就是看清3大阿僧祇劫的各种就是具有这样子的一种深入的一种透析和见解。
那最后呢就能够达到圆满正悟。那接下来讲的这是 lineage blessings， 那就是传承的加持。他讲佛陀证悟之后呢，他就把这个关于慈悲的教诲教授给了他的弟子。那他弟子呢就开始把这个教诲呢，就是一代一代的传到了就到了印度伟大的印度的佛教班智达无著大师和龙树菩萨。那从他们那里呢，再继续传到了伟大的祭天菩萨。那祭天菩萨就是Shanti Deva，他讲祭天菩萨呢是强调佛陀的慈悲教诲重要性的一个主要人物，而且呢，他还把这些教诲呢变成了一个我们比较容易明白的一种怎么说的这种说法。这个，不好意思，这本书的中文名字我要看一看，找一下。对了，他说。那祭天菩萨呢，就把这个关于修心的一个方法呢，就写成了，就变成了一个很著名的入菩萨行论，那就是 Bodhicharyavatara。所以这个就是能够让人家培养菩提心和大慈悲的一个教诲。那祭天菩萨呢，也是让这个关于菩提心的一个修持呢，变得非常非常出名的一位大师。那在祭天菩萨之后呢，就来到了伟大的金洲大师。那金洲大师呢，是阿底峡尊者的根本上师。阿底峡尊者来自印度，然后来到西藏去弘法，把佛法带给西藏的无数的弟子。那关于这个修心的方法呢，他只传给了他主要的弟子。那这个弟子是一位在家人，他是第14世教尔仁波切的前世之一，也就是伟大的中敦巴大师。那中敦巴呢，就修持了这个法门，并得到就觉悟了，就体悟了这个法门和教诲之后呢，就把它传给他的弟子，就是格西博多瓦、格西萨尔瓦和格西朗日唐巴。那现在重点讲一下格西朗日唐巴。那格西朗日唐巴呢，是从中敦巴那里直接接受这个教诲。他认为这个教诲呢是非常非常的深，就是非常的精深的博大精深的。那他讲，如果说这个教诲没有被很好的保存的话呢，会是众生的损失，巨大的损失。他说这些教诲呢是非常非常精深，但是却是很浅白易懂的。而且当时呢，并不是被公开修持，只不过是传授给几位合格的弟子而已。所以在格西朗日唐巴圆寂之前呢，他把这一个教诲呢，就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做了记录，把它写了下来。那其实如果大家知道的话，西藏的就是古时候佛法教诲都不是被文字，不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都是上师传给弟子，都是用就是口耳相传这样传下来的。所以这位伟大的格西朗日唐巴呢，在圆寂之前，他就将有史以来第一次他将这个修心八颂，就是把这个慈悲的教诲呢写了下来。在格西朗日唐巴之前呢，这些都是用口传的，没有文字记载。那出于伟大的很大的一个慈悲心，格西朗日唐巴决定说这一个教诲是不可以从此一个不小心的情况下去可能会
让它消逝，所以必须把它写下来。所以几年之后，在他圆寂之后呢，那一位叫伟大的格西切克瓦的大师呢，就找到了就是一张就是这个经典的的其中一张纸，那上面写着亏损失败我取受，愿将胜利奉献他。那这个格西切克瓦呢，他当时就非常的被触动，他被这个他所看到的这句话深深的触动了他，因为他讲这样子的一句话代表的其实是佛陀教诲的一个总集。他讲这句话本身呢，是佛陀的一切的用意，就把佛陀的教诲呢用一行字就解释出来了，就把自己就是所有的亏损失败我都接受，然后把胜利奉献给他人。那这样子的情况下，这个格西切克瓦呢，他就下定决心想要找这就是这一句话的这个教诲的一个原作者。为了找寻这位原作者呢，这格西切克瓦就到处去。当他终于找到了格西朗日唐巴的其中一名弟子的时候呢，他发现说，这位大师已经圆寂了。那所以在拉萨附近的一个小城镇，他遇到了另一位大师，叫格西萨尔瓦。这位格西萨尔瓦呢，他本身有在有在进行这个修心的一个训练，所以他从格西萨尔瓦那里呢接受了许多教诲。然后呢，这位格西切克瓦呢就开始公开的把这个教诲呢就传授给大众。那从格西切克瓦呢，接下去有一代又一代的传下来，那这样子这个教诲就一直传到了伟大的法王，就是宗喀巴大师。那再从宗喀巴大师那里呢，传授给了他的主要弟子，就是克祖杰大师和贾朝杰大师。然后就一路的就这样子的传承下来，直到了至尊帕布卡仁波切，到至尊赤江仁波切，到和林仁波切，然后呢再传到了至尊第14世教仁波切。仁波切说，他接受这个教诲呢，其实是当年是在他在美国的时候，1979年在新泽西的华盛顿，他当时年仅13岁，但是他说他记得非常清楚。那当时教仁波切就坐在法座上，在山上。他讲当时在当教仁波切在给予开示的时候呢，有一只白色的蝴蝶就围绕着他，全程都在围绕着他，而天上呢也有彩虹，整一个星期。仁波切说他是亲眼看到的这件事情。他讲那是他第一次有这样子的一种荣幸和就是有这样子的幸运，能够见到法王的样子。而且这是他从教仁波切那里呢所接受的第一个教诲。他讲他非常的被触动，而且是好几个小时呢都是流泪的。当他在接受这个开示的时候，他说他流泪呢是因为他知道那种这个教诲当中的内容呢都是真理，所以他被触动了，他想要修持它。他说他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把这个教诲修得好，但是他下定决心，就是在教仁波切面前下定决心说，当时就已经下定决心说，他将要能够好好的修持它。所以今天呢，就是当仁波切给予开示的那一天，他说他就把这个开示呢很郑重的就传输给了他的弟子。他说虽然他本身并不具有足够的资格，那仁波切当然是很谦虚的这么说。他讲他的上司呢是具格的，
他说，所以他祈请上师的加持，好让大家都能够，就是在座听闻这个教诲的大家呢，都能够去学习、去明白，和去实修这一个神圣的教诲。那说到这里呢，我把这本书的前言做了一个翻译和介绍。那大家可能会发现我在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其实是跟之前那本书不太一样，这本书是它内容比较多，也比较长，所以我觉得我不会一段一段的用一段英文和一段中文的方式来给大家做出一个解读和讲解，而社会直线呢，根据就是让大家看到英文就是原文的内容，然后用直接做翻译的方式，一段一段的，顺便也进行一个讲解，所以这样子大家听起来可能那个思想在听的一个过程呢，也会比较有连贯性。那当然这个方法怎么样呢？我当然是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做出一些，如果好还是不好啦，或者是适不适合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做出一些给大家给出一些意见的一些反馈之类的。到这里呢，我们的这一期的分享就结束了。那明天开始，我们会开始介绍的这个书的第1章，就是关于出离心，关于怎么放弃自私的考量。那我们先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愿使修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尊善慧名称师，所示佛法信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是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之深造，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3世，一子相属2之一，祈愿善慧名称佛，教法永驻甚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三慧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行恒常住。好的，谢谢大家，我们明天再见。